是非、善恶、对错、真假，有一些人认假什么为真的，你爸这也是给的拍死。地球也是假的，你只要上网去看一下，输入宇宙，3分钟你就可以知道宇宙多大了。我们地球跟太阳不能比了，比太阳大100亿倍的星球有1亿颗了，这样知道没有？我不讲一遍。太阳已经很大，对不对？比太阳大1亿倍的有1亿颗以上。你觉得宇宙怎么样？你觉得太阳系很大，恒河更大？我们太阳系啦，一直绕自己公转，一直到冥王星啦、土星啦、水星。OK， 太阳系够大了，恒河啊，拜托，太阳系就这样。但是比恒河大1亿倍的1亿个以上。所以我小时候一直都在问我爸爸，整个宇宙有没有边界？那有边界啊，围墙不啦？啊，如果有边界有围墙，那边界外面又是什么呢？我爸爸说读书的，以后就知道了。你想那么多干嘛？最后求完了道，开了智慧才知道。唉，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，大而弥满6合，小而什么退藏一命。那一只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藏在耳朵里面，看不到了。唰，它整个的比太阳还大，弥满6合了。不是你的自信，你的自信也是一样，跟这个宇宙是融合在一起的。你不要来看眼前的获利了，莫贪了眼前的获利，不要争世俗的名跟利了。总有一天你不会一直带走它的了，你要放下放下它。不简单的哦，只要有什么智慧。你的脸要笑，就嘴人拢笑袂出来，你是安怎？笑，开心，快乐一点点，你知道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吗？所以医生哦，他只是叫护士哦，把病人哦，他的嘴角往上。亲爱的马子优秀，我告诉你啊，检查一下他身体里面所分泌的那种代表快乐的指数，那种生长激素那一种，竟然double，他是勉强的笑啊。那你现在打从内在自然的笑。你知道你笑1天3大笑，医生来不了吗？你1天只要给我3大笑，要像马姐这样子笑，要这样笑哦。你要那个 BB 啊，笑迄无声哦，对不？你安尼无声哦，我也无听到你的声音哦。你要笑，你要这样笑。1天给我3大笑，医生来不了。你终然是已经重度的病，你给我笑，实验成功，你就是笑，但是癌症的就是笑不出。我怎么死呢？你们给我笑起来。医生说，癌症病患都是给自己吓死。本来都不会死，都是心的作用。修道修心，你同他妈笑，你听人笑到横膈膜震动呢？你任督2脉打通呢？你个笑到半路来对个舌子长到一个棍呢？
这重要，我抓自己，是当哪个？我酸哦，他透过呼吸就较紧酸，袂喘时间来对。你不知道吗？所以看到心情快快乐乐啦，不然后学为什么5天可以19场演讲？昨天后学从6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，一直讲课，一直办活动，一直讲课，一直自己开车，后学都是自己开车。我干嘛麻烦别人？我干嘛麻烦我自己的后学？人家有家庭，人家也有学习。所以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都自己开车，我自己放5天19场。你看看。就是快乐嘛！一边开车，一个人开车比较方便下来。你调解我隔壁同阿叔讲，今日安怎样？他们在故意开车，然后在开车，哎呀，不是这样。你会发觉到了下一场的时候，又是精神饱满了。有没有？讲3点钟够淡薄忝，啊，毋是体拍身体，哪会忝呢？我开始都开车了，去检查，这袂使。知道意思吗？你们就是没有笑，你们真的多久没笑了？无代志咧笑人笑。那你一个人笑，人家怎么知道你在笑呢？对，窗户要记得关起来，不然哦，而且你笑要有方法的吧？你笑是哔哔呀，笑要有5种声音，然后呢，因为有5脏，5脏6腑，5脏有心脏，有肝脏，有脾脏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说要有5种笑声，你们只有1种而已，只有啊。你从小到现在只有啊，要啊一乌哎，啊一乌，有请到，我有瘦，马姐，你认识我那么久，你还反问哦？佛前呢？5种声音，它刺激我们的5脏，金木水火土，工商觉真语，声音是不一样的。你的5脏，它刺激，它滋润，它是不同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每一种笑声都给我笑2分钟，晚上有时间，所以他懂得换气啊。你看，都不懂得吸气，越调皮。哦，所以你要先吸气，啊，长一点，有没有？多3场2种，刚好5种声音，3个场2个短，一个秋口出来。我没有在这里开玩笑，今天难得我告诉你，你知道我在这世间的使命是什么？我小时候我就知道，就是上课快乐。济公老师说，除了帮老师多走走，带给他们快乐，所以我就一直走了，就很会走，一下子印尼，一下子马来西亚，一下子四川、江苏、山东，啪一直跑。5天19场，有时候还更惨，还更多，因为他说教授懒得来，加班，又场，我说没问题，别跟他。所以你要了解到能量越来越强，就是那回事。因为你怎么放手，你全部交给老天，你愿意放手，你愿意交给老天，老天会重用你。可是你现在放不下。放不下俗物，放不下你自己的心态，我慢、蛋糕、执着，你总有一天你会离开世界。